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29。加拉太书3章4节到7节。恁有遐济受苦的经验，兼拢无路用，一定有接到上帝赐恁信心，搁伫恁中间行神业，是因为恁守律法，也是因为恁信所听到的福音。圣经安尼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所以，恁就知，信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加拉太书伫遮，互咱会通知影，伫咱生命受苦的经验中间，一个时，这受苦毋是无路用，是对咱一定有利益。因为上帝赏赐圣神互咱，伫咱的中间行神业，是因为咱的信，毋是因为咱伫遐来守律法才会通安尼。所以，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会通看见亚伯拉罕，因为伊的信，上帝就甲伊算做义。这个上帝甲伊算做义，毋是伊本来就会通成做义，是上帝看见亚伯拉罕的信，所以就来称伊做义。伫咱每一个属主的囝儿、查某囝，咱嘛是因为信，会通亲像伫信仰中间，亲像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搁较要紧，就是因着信，咱来成做上帝的囝儿、查某囝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伫所行的顶头，拢有信心来尊叹。愿主时刻甲你相共一面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